3個月之前，你喺度做緊乜嘢呢？忙緊乜嘢？所關注嘅事又係乜嘢呢？3個月前嘅6月23日，記唔記得香港發生咩事啊？6月23日之後，我哋對香港嘅政治有咗新嘅體會。喺嗰一日之前，我哋一心以為一個政黨嘅基礎立場絕對唔會貿貿然改變。喺每一次嘅立法會或者區議會選舉日，我哋履行公民義務，投下神聖一票之後，好少會話主動咁樣去督促或者監察議員或者政黨，因為就會大安旨意，理所當然咁諗，喺心儀嘅候選人當選之後，佢哋必然會為我哋盡心服務，並且喺政治上為我哋穩守立場。如果要同從政嘅人講政治道德，誠信自然就最應該被高舉。千祈唔好睇小選舉嘅意義，候選人嘅政綱同埋選舉承諾，其實就係一份同選民之間訂立嘅莊嚴契約。因為之所以會投你神聖一票，完全係因為我認同你嘅立場，並且信任你嘅政綱同埋選舉承諾，所以喺候選人當選以後，好應該謹守誠信，盡力履行契約責任。我哋都知道有陣時事情嘅發展未如人意，所以我哋都唔會咁傻，認為呢個契約完全唔可以改變。但係就需要你去清晰咁樣去向選民交代，去做好你嘅論述同埋清楚嘅解釋，並且給予時間俾選民去思考同埋討論，最後正正經經咁樣重新喺選民手上得到授意，咁樣先至真係叫做尊重。我哋必須要認定一點，喺未重新獲得選民授意，就喺重大嘅議題上貿然轉軚。就算你話做好事都好，始終都係漠視選民意願，踐踏選民信任，有違選舉道德。唔係話要爭一時之氣，而係話我哋絕對唔能夠姑息呢種情況，容讓腐敗嘅風氣喺大小選舉之中落地生根。假如講過嘅嘢可以唔算數，然後又唔使負上政治責任嘅話，咁樣喺選舉之前你可以講到天花龍鳳，選舉之後立刻無影無蹤，咁樣政綱同埋選舉承諾就變得毫無意義。假如信任係可以落空嘅話，咁樣投你一票究竟有啲咩保障呢？下下要等到下一次選舉嚟臨嘅時候先至再用選票去制裁你，咁樣太過被動，亦都為時已晚啦。我哋要永遠記住2010年6月，當時我哋只能夠眼白白睇住政黨為達政治目的，不惜犧牲誠信。3個月匆匆過去啦，我哋一直都見唔到佢哋作出誠意嘅道歉同埋反省，就係時候諗下，到底點樣做我哋先至可以令選民有力量？到底點樣做先至可以重新高舉政治誠信？點樣做先至可以令呢一啲違背選舉道德嘅人票債票償？